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国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北部的一位小姐，可能是去澳洲旅游的时阵碰坏到的。咸名买嘴暗制度2点0在今日网络试营运，却因为人数伤过济，也互系统记载袂调，民众唔免赶紧，有1礼拜时间会当登记。美国的电影明星甲篮球明星拢有人去治疗武汉肺炎 ，NBA 那球赛也宣布讲武汉期停赛。国内在今日又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伫北部的小姐，伊2月底到3月初有去到澳洲旅游，入境的时阵无出现症状，等到出嚟了后开始无爽快，经过体检确定去治疗武汉肺炎，真有可能是伫澳洲旅游的时阵碰坏到的。国内新增加的第4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名北部40多岁女性，2月1日为台湾飞去英国转机到爱尔兰、比利时旅游，等来伫土耳其转机3月7日等来台湾入境时虽然无症状，登去厝了后出现头痛、先然后痛，3月7日到病院采检确诊。因为他待的除了爱尔兰，又有去比利时啊，那这个时间上面。看起来爱尔兰跟比利时的可能性是比较高了哈，那我们这个到底在哪里，真的是很难去评估。一日批武汉包机等台湾361人完成采检，280人阴性，81人检验中。针对进前来台澳洲因家家个案，指挥中心接合接触者418人，48人完成采检，其中各团成员30名，媒体12人有8人采检拢是阴性。北部院内感染个案34已经采检405人，其中397人阴性。因为国际疫情继续扩大，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正在建立对入境旅客电子自主管理系统，针对内地有公布或者是其他急切需要者，无排除6年许可下入境做采检。在这样的特殊的需求里面，我们根据我们检验的量能，好，那让它能够来采检。好，不过这仍然都要一点时间。好，因为在采检里面，我们的专家认为说，目前来讲，好，就是说，如果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直接采，好，那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一定的病毒量。因应美国疫情变化真紧，指挥中心表示，会看情形分州分区进行必要相关管制，优先顺序会为美国自行宣布紧急状态州或者是区域进行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咸名买嘴暗制度2检控，对今日开始连续7天伫网络试营运。不过透早9点拄开放，一声就8万多人上线顶，也互系统记载袂调。健保署表示，平常时的人数是比今仔日是比平常时的人数加20倍。除了会改进以外，也呼吁民众有1礼拜时间会当登记，且民众唔免着急。甲健保快易通的 App 拍开，向出现重大的状况，试过也是无法度继续操作。早起9点开始卖的时阵，8万多人向钱入来，互系统袂堪住，安全点都一直退出。网页版本虽然会当拍开，毋过也是有民众伫咧进行认证时阵，无法度煞咧做。观望一下，因为刚开始上路可能比较乱之类的啊。那个 APP 我觉得有点慢，因为我本身就有在用这个 APP， 但是我怕说口罩实名制2.0上市之后，这个 APP 会更当。健保署统计，一直到尾暗5点，民众使用网页移过喙暗成功的笔数有49000多人，使用 App 移过成功的笔数是69000多人。毋过比对 App 使用人次973728人次，成功率是较低。健保署坦白讲 ，App 移过的流量比过去增加20倍，会继续改善系统。就是因为它是塞住哈，就没有办法完成整个一个步骤哈。当然，昨天我们就已经有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准备，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民众要进来看的时候呢，那个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说从1G 变成4G 哈，所以就弄好了。但是问题是后面的部分的话呢，也就是变成容量还是我们需要再努力。网络开始卖嘴暗的这天，来实体通道要求卖嘴暗的人也是真多。也是马上就可以拿到啦。啊你那个话还要你先去办完了以后，他还要寄来，然后你再去领。指挥中心表示，开放网络来买，除了希望会当减少一寡排队压力，嘛是要服务过去根本无法度排队来买的族群，所以袂减少要求也是卫生所即卖配货量。
未来无排除网络买喙癌的服务，会当用一家会做单位来申请。这个喙癌网络预定会连续7天，预定的人数若是收济会抽扣啊。预定成功的人3月2日开始会当伫咧超商提货，敢若需要伫咧超商的事务机拍付钱的资料，就会当甲单仔印出来去柜台领喙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也有明星去治疗武汉肺炎咯，亲像电影明星 Tom Hanks 阿宝也去感着啊，佮有 NBA 篮球明星也受到感染，规个 NBA 是宣布无限期停赛。另外，东京奥运敢会取消呢？因为关外也是进退两难。世界卫生组织第11甲武汉肺炎的疫情认定做全球大流行。美国总统川普也在刚刚宣布讲，英国以外欧洲地区拢禁止因入境美国30天，也因为美国目前的病例要到1300例咯。亲像华盛顿地区也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为着要阻止新型冠状病毒伫咧国内继续传，还佫有阻止境外移入的案例，美国总统川普11紧急发表，对13开始，美国会对英国以外欧洲国家执行30天的封关行动。伫咧这段期间，会照上大的程度来取消，一直到新型冠状病毒伫咧欧洲的疫情有较减轻，美国则佫会重新启动对欧洲的交通。We are at a critical tim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We made a life-saving move with early action on China. Now we must take the same action with Europe. 另外，川普表示会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进行相关的经济补助措施，嘛强调讲目前毋是经济危机。若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需要说明，川普的欧洲禁令会禁止对欧洲新军区26国出发的民航班机降落美国。除了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或者是护照本人会当证明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者，无受到影响以外，所有外国国籍的人，若是去美国的前14天冇有去过新军区的旅游史，全部袂当入去美国国内。啊，毋过 CNN 指出，川普在意真侪个点名后面害美国的疫情变严重，啊，毋过煞无说明是安怎干那放英国煞。这项欧洲禁令嘛无事先通知旅游相关的业者，甲欧洲的民国，增加真侪乱七八糟的状况。不离个美国公共卫生高层在伊伫咧国会，看起来拢有回应川普上新的措施。Where our real threat right now is Europe. That's where the cases are coming in for. So in a way, if you want to just be blunt, Europe is the new China. I can't give you a realistic number until we put into the factor of how we respond. If we are complacent and don't do really aggressive containment and mitigation, the number could go way up and be involved in many, many millions. 啊，若是美国国务院甲国防部在伊嘛对咧发布上新旅游警示甲防疫命令，除了甲全世界旅游警示拢调悬到第3级以外，嘛要求美军休困的人甲因的亲人、民间承包商爱避免旅行。而且美国首府华盛顿地区因为确诊病例达到2位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坎特威尔华府办公室传出讲有无聊确诊，变作国会山中确诊的第1例。啊，若是疫情上严重的华盛顿州，禁止250人以上的公众活动。当地一间老人安养中心发现菌株感染，已经有22个人死亡，在伊开始全面消毒。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2个员工嘛确诊 ，CBS 伫咧纽约的办公大楼嘛开始消毒工作，员工必须要伫厝24天远距离的做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意大利的疫情。当地政府宣布讲，除了卖食甲药局以外，其他的店家拢爱全部关起来。另外，德国总理梅克尔也表示讲，若准未赴开发疫苗，颠倒互疫情失控，德国恐惊有60%以上的人拢会来得病。也若单卖一个国家，第3天以内，因的确诊病例是增加10倍遐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过后无偌久，疫情重灾区意大利政府马上宣布，全国除了食品店、药局以外，所有店头拢关起来。Disponiamo anche la chiusura di tutte le attività commerciali, di vendita al dettaglio, ad eccezione dei negozi di generi alimentari, di prima necessità, delle farmacie e delle parafarmacie. 总理孔蒂表示，超市、酒店、餐厅、洗头毛店等全部暂停营业，不过温存商品外送到厝服务。另外，什么时阵会重新开放是无说明。意大利过去24点钟新增加超过2000病例，确诊破12000人，死亡总数超过800人。附近德国疫情也真紧张，总理梅克尔11警告卡苏弟弟无研究出有风险，疫情若失控，德国恐惊有6到7成人会去回掉。Dass dann ein hoher Prozentsatz, Experten sagen 60 bis 70% der Bevölkerung infiziert werden, solange dieser Zustand so bleibt.
梅克尔强调会采取一切措施为有风险争取时间。德国11为止，总确诊人数将近2000人，死亡3人。卫生部长施巴恩建议10来邦加地区政府取消超过1000人以上的大型集会，不过表示未封锁边境，因为安尼的方法在防疫上并无适用。北欧国家丹麦确诊病例数比前2天增加10倍，有500多例。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宣布，大学等国际学校关2礼拜，航空部门非关键集会员工踮在厝内底。Vi skal minimere aktiviteten i samfundet mest muligt, men uden at sætte Danmark i stå. 中欧国家匈牙利13例确诊，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各禁止意大利、中国、南韩甲伊朗旅客入境。Beutazási tilalmat rendelünk el Olaszországból, Kínából, Dél-Koreából és Iránból érkezőkre. Ezekből az országokból senki nem léphet be Magyarországra. 路透报道指出，确诊的13例当中，有不少是最近为故乡伊朗登去匈牙利的外籍学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伫日内瓦当地时间10日宣布讲，武汉肺炎已经变作全世界大流行啊，呼吁各国就要采取行动。不过，咱的副总统陈建仁，因本身就是公共卫生的专家，伊也在面册批评讲，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认为伊对武汉肺炎死亡人数的判断专业度无够，放一寡错误消息，才来收尾讲这是全世界大流行。时间1日前，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时间10日总算宣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变作全球大流行。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that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andemic. WHO 强调，疫情可能会进一步扩散，但是这嘛是历史上头一个当控制的大流行。但是谭赛德强调，大流行这个用词无法律意义，嘛未改变世卫组织对病毒威胁的评估。We have never been before seen a pandemic sparked by a coronavirus. This is the first pandemic caused by a coronavirus. 谭德赛提醒，若是欧北用大流行这个词，可能会引起无合理的惊吓，致使无必要的痛苦。但是根据世卫组织目前的统计资料，过去2礼拜，中国以外病例数增加13倍，受灾有114个国家甲地区遐济，有超过118000外件病例，超过4000个人死亡。到即马才定调大流行，本身是公卫专家的副总统陈建仁是表达不满。副总统，那个 WHO 说大流行疾病，你怎么看？太晚了啦！太晚了。副总统陈建仁伫面册答问，指出台湾伫去年底就已经超前部署，而且向 WHO 通报，但是秘书长谭德赛对武汉肺炎死亡的数据解读无专业，做出错误的警示，这种行为根本就是生计两个无。这款消极的态度，真正互人带一条。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政府要振兴经济，行政院规划抵用券，配合国内旅游酒店的方案，打算要发800块，会使用伫餐饮、商款、夜市、艺文等4大产业，一种产业分配200块的抵用券，总预算是23亿，全台湾大约有35万间的业者会受到抵用。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台东的农业旅游团小连续取消行程，连带影响到农产品的行销。农委会提出休闲农业纾困计划，提出包括纾困贷款等等的措施。台东县政府嘛配合中央，推出农业小旅行协助改善。从那个农村再生的部分，会针对于一些包括我们的社区，包括一些部落的一些定点的微旅行，我们也会推出相对应的因应的计划。疫情嘛冲击到产业的发展，行政院规划发行抵用券，配国旅大俗，会当用伫食食、商款、夜市啊、艺文等等4大产业，暂定各分配200块的抵用券，按算会编23亿。除了发行纸本的抵用券，嘛会开发 App， 提供店头甲消费者方便来使用，会当用伫全台湾差不多35万的业者。方案事实上是还要绑住宿的部分。那行政院跟各部会也在思考，就是说，如果不绑住宿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促进消费方案？那这个部分也在做思考。这如果它有一些补贴的话，对我们店家来讲，绝对是有帮助了哈。
因为有些钱如果说自己要花钱去做折扣，然后政府又提出一些补贴，那我们相对的也要可以吸引更多人嘛，因为折扣就会变大嘛，就会吸引更多人来这里消费。虽然有商款认为抵用券敢若是扩大去年国旅补助方案的2.0版本，宁可发行消费券来刺激消费，还阁较有效果。不过行政院强调，抵用券的使用会无分区全国来通用，目前嘛还咧研究卖限制大小。而且纳入去运动比赛的消费。记者综合报道。美股伫拜三个大波，道琼指数落去几千点，就连美股机会也崩盘，亚洲股市也是真紧张。台股在今仔日是开价走低，盘中落盘超过500点，收盘是落471点。电视边一个看起拢青顺顺，投资人的心情是真沉重。武汉肺炎疫情全球一直拖 ，WHO 正式宣布进入全球大流行，造成拜三美股三大指数拢是大落。道琼指数落千几点，而台股开盘也行低，盘中落500多点，各大类股拢跌甲青顺顺。其中股王大立光盘了9.24%，台积电股价更加跌到300块以下。鸿海盘后将近5%，中场大落471.43点，收在10422.32点，成交金额2700亿6300万块。原先预计Q1 的这部分的 GDP 本来就是一个凹动量会下来，那可能会延续到 Q2 的上半阶段，等于说1到5月中上旬，这个目前看起来可能都会是一个整理阶段。就在全球经济都将受到疫情冲击的同时，包括美国联准会、加拿大、香港、甲英国以及冰岛央行拢赶紧来降息0.5%，就连泰国、菲律宾、印尼、澳洲也宣布降息0.05%。而台湾是不是得咧安尼做降息？央行总裁杨金龙一般是无讲。是不是央行会不会考虑要调整货币政策？是这一次啊，疫情对，不只是说是对经济造成影响。是，而且呢，它也对金融呢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在下个礼拜的理事会的时候呢，会针对这一点呢来做充分的一个讨论。而进前美国宣布由亚洲首长来抓钱的最小刀2礼拜隔离，韩国也相关说法，外界也关心台湾抓钱加党生是不是隔离小刀。低层的金融机构的纸钞。这消毒工作有没有定下 SOP？ 还有实际上有没有在做？每天都在做，这跟武汉疫情没有关系，每天在做。杨金龙表示，主计总处进前已经向下修正国内 GDP， 部分机构也陆续向下调整对台湾的预测。不过对每一间数据平均来看，有2%以上。央行也向下修正 GDP 甲物价。若是以过去 SARS 经验来看，影响大约是1-2季，所以6月底将是非常关键的分界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疫情是人人惊。不过一寡公家机关无分到催安，亲像家己铺子的市公所，因为无催安，就用塑胶纸甲服务柜台包起来，减少烂手的传染。另外，家机关的卫生所一日敢若卖2点钟的催安尔尔，民众反映了后，县政府也决定讲要改做一日3点钟。市公所另外用塑胶布甲服务柜台包起来，阻绝可能发生的讲话时阵喙烂去喷到。因为家机关向电视机的公务单位无配合催安，埔子市公所利用简单的防疫做法，保护伫柜台甲民众接触的人员。好奇怎么会这样做，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会觉得很好。来撬工的民众，可能没戴口罩啦，然后口沫横飞啊什么的，我们就会立即帮这个临柜的包装膜，就是随时做一个更换。目前在那个中央的一个配给我们公播的口罩，还是以8大面向的一个防疫人员为主哈，所以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没有办法来提供给第一线的防疫人，第一线的那个工作人员。虽然无到地方公部门自助防疫，22催安是命制2.0正式上线，希望会使有较侪人买到催安。不过在家机关多数民众也是倚靠社区邮局，也是卫生所，尤其是偏乡地区，各地卫生所催安卖的时间只有2点钟，民众讲排队买真无方便。家机关卫生局延长为3点钟，并且协商部分社区邮局分流卖，互更加侪民众能买到催安。从一开始，这个排队的人龙可以到5公尺、10公尺，现在大概可以缩短到大概5公尺以内，
所以人龙的疏解其实随着滚动式的检讨，其实有慢慢疏解当中。时间有错开便利。怎么说啊？因为第二镜才会买得到，才不会排那么久。随着喙암产量继续上升，民众也希望讲未来喙癌的个案数量会增加。第基层公务机关除了想办法增加防疫做法以外，更加希望未来中央能配合喙癌，和防疫的做法更加全面。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伫咧烦恼讲，世界后家友敢会变做是防疫的空邦地？有高雄的家友表示，因一礼拜领到一块喙암是无够用。高雄市社会局表示，目前是甲资深机构合作，一礼拜会当分2地至3地喙암互家友。也若民众发现讲家友无挂喙암，会当协助因通报。两顶卡家友坐咧开讲，但拢无挂喙암。原来落地下刻出来的喙암已经真久，只有去领便当物资人多的所在，才会刻出来挂。大概1个吧。1个礼拜1个。1个礼拜才1个啊？对。发这么少啊？那这样子你会觉得够用吗？还好。怎么说？就省一点用就好。所以他们1个礼拜发几个给你？找不到我们呢，我们一天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边。为家友希望领较侪的喙암，为认为敢若是3顿爱去无共所在领便当，食饱就已经爱用真侪时间，对防疫无介重视。但有民众向社政单位反映，希望包括家友人做好防疫。目前伫家友中心也是物资发放的地点，社会局已经有做专门的发喙암，但外场的家友确实无好掌握。目前就是1个礼拜的话，3片。那在住民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一次发3片。那如果我们出去外展的话呢，我们也会一次发3片。那就是说针对我们有定点关怀的服务对象的话呢，目前口罩的供应的话呢是都有顺畅。社会局表示，除了加强轰炸，若是民众发现家友甲人接触，煞拢无挂喙암，嘛会使协助通报地点，互社工前往看卖。目前有去据点集合的家友，是否嘛讨因量体温，抑阁毋捌发现有人发烧。记者杨川、关俊纯报道。清明特别到啊，真侪所在拢有大家族做伙陪忙制作的活动。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宗亲会拢宣布停办，无就是甲规模缩小。内政部也呼吁民众，着分散时间去陪忙，也建议大型的法会上好是停办。清明节做桃园业界子孙啊，拢来参加，每年拢是1万人真闹热。不过武汉肺炎疫情严重，考虑防疫，今年决定停办。共款宗亲真侪老家也是组织团来，到即马64年来第一摆要停办。另外，北地区公所12也宣布要停办大安公布的春节大典。考虑到武汉疫情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的春季祭典呢，我们取消了大型的祭祀活动，然后改把祭祀的时间拉长，自即日起到清明节结束，我们每一天都有开放。1956年传到现在的这个组织，第一次因为这个疫情呢停办，那今年停办呢，由各方的代表来负责祭祀，那不再办这个规模大的一些祭祀活动。大当临时的家族陪忙，每年都有将近200人参加。今年虽然维持家族陪忙，不过住在国外或者是北部的亲戚，大部分取消回乡，由大当的亲戚代为制作。因为武汉肺炎的话，我们一些亲属啦，在外国的，像美国啦、韩国啦或日本这一些亲属都不能回来。为防止疫情扩大，内政部鼓励民众陪忙分流，提早或者是延后陪忙，沿用网络祭拜避开人潮。各建议清明祭祀的大型法会停办，也强调民众工会专业会已经表示愿意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华职棒进行第2摆防疫会议，因也决定讲要延后比赛行程。今年的开幕赛是改对4月11。球团一致决议，我们的开幕赛要延后到4月11号预定啊。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第一个要把所有的240场打满啊，然后呢，也会分上下球季。如果我们有6抢1的比赛要参加，然后也必须要参加我们奥运的棒球赛的话，因为严重的影响到这个赛程啊，所以我们会改采这个单一球季的方式，就不再分上下半球季啊。
卫福部表示，清明连假可能是另外一批传染高峰期。中华职棒也决定讲要闪开清明连假，这也是中华职棒开幕赛头摆延到4月才来比赛。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伫台北的故宫参观人数也落85%，正月2月人数就减了50万人，收入也减6000多万。本地要举行一寡大型展览甲交流活动，也拢全部先来延期。过去门口停满游览车，有真侪游客景象，即马完全无同啊，规个拢空空无人。2月参观故宫的游客人数减50万人，敢若2月份就落85%。2个月以来，营收减6000多万，博物馆的商店嘛，同款无人在行打。这个门口的那个一些安全管制都很好，对，我觉得相对还蛮安全的。你会对人保持距离吗？会啊，在这个时期会特别注意。搁较有导游挡袂过这波疫情，今仔日的人客错了，明仔载就要失业啊。今天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被公司资遣了。因为就我们都没有游客可带，这样。对啊。算这一波疫情的受灾户哦。对，受灾户。平常时啊，附近人会炒菜名菜点品肉很少，即马规间展览室敢若剩一个人。受到历史上上严重的冲击，全年拢无休困的故宫嘛，历史上头一遍伫拜一休困。原本定伫5月份要举办的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珍藏，4月份要去日本的所谓展。拢总4大国际照展、9大国际交流活动全部延期。梵蒂冈的这个5月的部分，刚刚听到，我是希望是延期了哈，应该不是取消了哈。暂定的延期是延到明年的3月。再去故宫已经去立院教文委员会专案报告，立委要求趁这个时阵，好好加强规划山顶的博物馆，推动无出门伫厝消费的经济，因为即马实在做甲无好。实体未观展的人潮没有踏进故宫的，并没有转化为线上博物馆的浏览人次，所以我没有办法认为你们做得好啊。参观故宫的游客，游客无亲像较早遐济，大部分是对欧美国家来的。馆内加强消毒，入去内底爱磅体温，用酒精消毒双手。自防疫措施就落以来，敢若2个日本游客因为发烧，封拒绝入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外说分明，讲到武汉肺炎伫日本甲韩国是愈来愈严重。除了日本的兵库县发生病院群聚感染，就连京都新化幼稚园也发生群聚感染。另外，伫韩国首尔的人客服务中心，因为确诊人数也变到102人，其中5人四界爬爬去，恐惊互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发生群聚感染的人海首尔电话客服务公司的楼骹，有真侪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准备对大楼进行消毒。这间公司实在发生群聚感染了后，已经有超过100个职员、家属甲相关人士确定胃着，其中2个确诊职员佫去过济州岛，互国界烦恼疫情会佫1摆扩大。 금일 오전 0시 기준 코로나19로 격리 치료 중인 환자는 7,470명이고 현재까지 333명이 완치되어 격리 해제되었고 66명이 사망하였습니다. 南韩世宗市的市府大楼嘛爆发群聚感染，12号新增加的7名病人，分别是海洋水产部的6名职员，甲国家部分处的1名职员。和规栋大楼为着肺炎的人，拢总有17个人。规栋大楼有35个政府部门甲机构，职员人数有15000人。目前当局已经要求接触过病人的员工伫个厝隔离检疫，嘛对大楼进行消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有去视察武汉，湖北省随伫11就宣布要分区分级复工。中国的卫生单位也在11这天公布新增加的感染人数只有15例，这也是有史以来通报人数上界加1摆。 疫情上严重的武汉虽然无解除封城，不过稳准农业生产甲民生企业复工复产。中国卫健委更加转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指示，除了对内协助复工复产，对外嘛要扩大开放，稳定外资。截止到目前，已在全国组织了2万多个17.2万人次参加的安全指导组，紧盯危化品、煤矿、非煤矿山这些高危的行业。 检查指导了22.3万家企业。另外，看一下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月20日，一天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依然有上千例，疫情也拖到国际。连军韩国爆发甲新天地教会有关的大量确诊病例，伊拢是迄天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人死亡。
中国2月2日头一摆呈现3位数确诊，敢若有下降的情形。不过，伫欧洲的意大利是疫情一直拖。3月初7，中国一天的新增加确诊来到2位数。在习近平实在武汉了后，一天敢若剩15例确诊，是通报以来上少的。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降。 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疫情是不是真正落来？中国卫健委指出上新状况，武汉一天新增加敢若剩8例，离境外输入是新增加6例。敢若指出现阶段疫情感染甲境外输入有关系，也强调疫情已经远离高峰，甲世界各国一直拖变做无同款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公布2019年人权报告书，内面点名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古巴是侵害人权上恶质的国家。报告书当中也记录到真侪资料，讲到中国用商业的手段要控制台湾的媒体。 美国国务院3月10日公布2019年年度人权报告书，全球包括199个国家，也有地区和人权相关的议题，拢有去互讲到。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去互点名是侵害人权记录上界歹的国家，其中中国侵害人权的程度上界严重。 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s high-tech surveillance systems to monitor potential dissidents. It's imprisoning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internment camps. Part of its historic antipathy to religious believers. As I've said before, the CCP's records in Xinjiang is the stain of the century.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除了批评新疆在教育运动迫害人权的程度是世纪污点，报告更指出，中国人权问题包括非法杀人、强迫失踪，也有政府凊彩拘留，对新闻工作者、律师、作家进行人身攻击，也有刑事起诉，佮包括寻求庇护的人去防逼一定爱回去朝鲜等等。报告也讲到，伊朗伫咧2018年11月份游街大起了后，安全部队使用武力，必须伫咧街路的抗议活动结束。 1500个人也因此死亡，政府并无针对整个事件展开独立或者是公正的调查。那台湾伫咧这份人权报告书占24页，毋若讲到中国政协主席王阳要伫咧两化媒体人北京峰会向台湾的记者施加压力，要求因爱宣传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也个和平统一。也讲中国以商业的压力，企图要来操控台湾的媒体。未来这些媒体的老板，他要经营更多的媒体，要取得更多的执照。 或者要并购更多的媒体的时候，他必须要接受这个公共利益的检验，以及老板是不是具有适格性。除了媒体垄断防治和多元维护法，罗世宏表示，这阵文化部当前咧研究公共媒体法的草案，希望扩充公共电视的预算甲规模，而且也建议和事实查核的单位合作，减少外靠商业媒体的可能，通好真正守护新闻甲言论自由。记者阿敏金陈玉水特别报道。 经济部在今日下晡邀请电子业来参加闭门座谈会，目的是希望了解目前产业的现况，政府要安怎来甲因斗相共。有业者也针对加班移工的比例甲纾困预算提出因的见解。 国内电子业的头家下晡来到经济部，包括友达光电董事长裴湘龙、日经执行电子董事长黄宗林等人，甲经济部官员召开闭门座谈会，讨论最近武汉肺炎疫情所带来产业冲击。其中 PCB 印刷电路板业者讲，对疫情爆发以来营收一日落2成，希望政府用个互因实际的纾困的方案。 怎么样放宽加班的时数跟放宽外劳的比例？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付费嘛，产品要出口，变成很麻烦，时间拉得很长，然后成本也变得很高。半导体大厂日经执行电子董事长黄宗林指出，虽然这阵国内半导体产业接单无受影响，不过半导体出口瓦库空运，若是航空业无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也要搁再观察。你这个供应链有2个，一个是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是有没有原料可以，这是2个问题嘛。我们有些。 中间的供应链在大陆，所以大陆都恢复得快，对台湾是一个好事的。立工商业协会理事长也是台湾玻璃董事长林碧峰是认为，600亿的纾困预算对企业来讲只是1点仔利益，若要补助不如降税。而经济部长沈荣津是回应，最近企业的营收大减，降税帮助无大，现阶段应该是注重资金的纾困帮助。生意不好，反而呢在营运的收入不高，对税方面是没有什么帮助。
最重要还是先把纾困这一关先过，过了以后呢，再来展望未来。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电子业是两种无同款的情形。半导体面板业暂时影响无大，不过印刷电路板头一季营收是相对无乐观。经济部表示，政府除了资金纾困，也向政协做处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离休小的企业闭门座谈，13个邀请民生化工业，12个邀请来私营服务业，18个找金属机电业对谈，会证产业意见了后，加行政院讨论了后，才去予产业上适当的纾困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各位医护人员，大家辛苦啊！讲到第二批武汉包机内面有10多位的医护人员伫咧关前过后，因也讲过程唔敢大意，也真紧张，而且穿防护衫、挂水暗10多点钟热呼吸。不过会当协助政府防疫，甲台湾人民接倒回来，一切辛苦拢有价值啦。第二批武汉包机登来台湾，13医护人员做伙去武汉执行接台湾人的检疫和医疗照护的工作。其中卫福部桃园病院李庆卢医师嘛自愿接这个任务，想到过程是拄到真侪困难，班机嘛前4点钟，伊讲过程是真紧张，唔敢大意。穿隔离，全身包起来，还要戴一个面罩，穿个10个小时入窗，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啊，每个都汗流浃背啊。医师李倩如表示，穿规体隔离装备10点钟，袂使食物件，阁有上便所，是真歹喘气，叫做热的。不过每一个检疫顺序拢爱真认真，就惊出现防疫的空棚。过程虽然是真辛苦，不过会当甲民众顺利接登来台湾，拢是有价值的。而且班机顶面嘛有真侪还袂10岁的囡仔，桃园病院嘛有先准备50个手工的面达支援。基于防疫上面的考量。我们就制造了一些就是小 size 的一些面罩给小朋友用。院方表示，因为护理人员第一线的工作是真无用，行政人员就负责做面达，用下班的时间甲伊完成。一开始是做过年会的会用，佮提起离开的病房，请囡仔来试挂，佮来改良，避免囡仔真油的皮肤来受伤，嘛为防疫佮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有国际医学论文表示，武汉肺炎病毒已经进入到第3代、第4代传播啊，病毒会愈来愈适应人的身躯，到时阵藏伫体内时间会愈来愈长，甚至未出现什么款的症头。武汉肺炎疫情炭烧，国内新增加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第34个后生。有医生指出，以均值来看，这个60多岁负责人传染给后生，代表病毒已经进入第3代也是第4代的传播。佮引用国际医学期刊论文车国讲，病毒会发生突变，佮较适应人体，而且会长时间密伫咧体内。12月或更早在中国大陆传，现在已经传到全世界去，现在已经传到差不多2、3个月了，所以它已经传非常多代了哈。那这个病毒目前的突变其实不是那么厉害了哈，目前没有药物可以使用，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抗体。黄立平强调，因为无防疫的压力，所以新型冠状病毒无介需要突变，而且甲所有呼吸道的病毒同款，冠状病毒较介意低温，所以热人疫情会降温，但是寒人就会搁再压起来。所以天气冷的话，就有利于它的传播；天气热就对它传播造成一些影响。那它的高危险群还是中高年龄层，免疫力不好、抽烟、慢性病的这些人。目前疫情已经拖到欧美各国。黄立平指出，一旦开始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策略就甲流感同款，不是封堵是严制。全世界各会当封堵疫情的国家，台湾是其中一个。不过全世界拢感染的时阵，就不是封堵，都要做好检测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有一个查某人讲要去病院体检，看敢有治着武汉肺炎无，说互病院甲拒绝，伊就炮恨在心，开始伫网络乱讲一寡防疫假消息，也随互警方掠去治罪。另外，互台北市政府罚100万的查甫人，有影是擦青解摆，伊伫高雄也互当着啊。互高雄警方抓到的这个查甫人，就是为厦门登来台湾，无依规定居家检疫，互台北市政府罚100万的代偿。伊为台北罗南准备为小港机场出境，互警方抓来，伫防护送要去防疫旅馆的路啊，情绪失控，对客人车司机拍声手。由于这位卢姓男子在我们的防疫计程车上面一直显得非常的躁动出言恐吓计程车司机，甚至于在过程当中有几次是意图跳车的一些行为，于是呢在种种脱序的行为，实在是会影响到整个的行进安全的前提之下，予以上铐，然后直接强制送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台上的情绪一直无法度稳定，坚持要落车离开。好佳在4个员警坐警车对伫客停车的后面，因赶紧去处理挂手铐甲压落来，甲伊送入去检疫隔离所。伫台北市有一个女子，因为家己的身体无爽快，到病院要求检验，敢有武汉肺炎。毋过伊互拒绝，因此不满，到网络黑白写，讲政府无要管社区传染，到要检查有出国史，还有接触史的人，等等假消息。经过刑事局团反告案，伊承认有犯案。这个女子呢，在留言上面有讲到说，其他的社区传染呢，没有出国接触等条件呢，不能够检验。这部分他们可能是认为说，这部分跟事实上有一点偏颇，因为是情绪上的发言啊。警方问了后，以违反社会秩序为合法，甲伊函送，嘛呼吁民众莫散布疫情假消息，一切爱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消息为主。记者综合报道。私立南营科技大学欠学校老师薪水甲员工薪水总数目要到6800万，董事会无多去总钱出来，在今年2月，予教育部下令停止招生。不过学校法人伫去年底向大专校院转型甲退场基金提出融资申请，教育部也审查同意，变做这个基金成立以来头一个融资案件。1亿的资金无伫去年7月31进前入校，私立南营科大去年8月初1，予教育部命令109年2月初1爱停招。这几个月领无薪水的120外个教职员，是加紧加力咧过日子。有一些已经不是教职了，那有一些是到还在台湾的其他学校去，就变成那种专案教师。我听说有一个老师是为了生活，他现在说在那个盐水岸内，好像岸内糖厂那边在挖水沟。教育部清查，南营为去年5月开始欠教职员的薪水、公保、劳保甲健保费，差不多新台票6799万。因为学校法人去年底甲全学校所有的土地甲建筑物正做担保品，向大专校院转型甲退场基金提出融资的申请。教育部开会审查了后是有同意。头一年敢若纳利息免还本金，逐个月6万外，过来2年分息平均差一个月280万至290万左右。这是一个3方契约啊，就是说我们跟台银，然后台银对学校，好，那但因为它的这个融资的款项是由我们退场基金来支应的，所以它的最终的这个债权人是退场基金。所以万一他付不出，对，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就直接回归国有吗？对。教育部表示，这是退场基金106年成立以来头一届的融资案，等台湾银行甲南营董事会签约。欠的薪水甲遣散费，上紧1礼拜外就会汇入去教职员工的口座。不过工会另外指出，学校去年8月搁发2年的聘书，予10外个老师。这届融资会当付到今年1月的薪水，2月开始到明年7月进前的薪水，恐惊会吊顶，搁加欠一条线。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老人互助会最近也出现资金问题，真地时代也烦恼讲，纳遐尼济老本，有可能一声就乌有啊。彰化县政府表示，虽然因伫2013年有要求要登记立案，却因为无经济力，目前敢若会当协助因协调之意。彰化县府头前有100-200位老大人，有的已经拢是白头长，有的叶管仔，因拢是互助会成员。因指控成立30多年的互助会，财务出现困难，煞照常甲因收互助金。老伙辛苦钱咧，少年老啊老，都无互人安咁好。无当你来比啦，都拢无去啊。顶个月底，这寡老大人出面指控，伫彰化市的老人会附设的互助会纳20多年的互助金，逐个月大约1700，平均已经纳20-30万，煞接到营运困难的消息。当初会参加是希望家己会当欠一笔钱，唔通去增加着厝里的人的负担。因为老观察本啊，因较早无保险观念嘛，啊，就是讲阿爸因若年老了，哦，有这迄个观察本，啊，就免落这时势负担嘛。老大人不满互助会挡袂落，就算解散结算，大家人结计会当摕几万块仔转来。根据彰化县统计，全县有13个老人互助会，但是全部拢无立案的登记。县府社会处指出，虽然根据内政部的规定，2013年开始要求爱登记立案，但是政府却无强制力。本身互助会其实本身就定位不明，又很像保险，又疑似像有保险，又很像人家民间的合会。因为现在加入人越来越少嘛，那可是过世的人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能够收到钱就不够了。
中华管府指出，这寡合作会现有的成员哪来哪少，新加入的嘛无济，好在政无法度应付。但是因为无专法，针对成员之间的私权无具体规范，管府敢若会当伫中间协调，佮有提供相关的社服协助。若是想要透过司法解决，成员嘛必须爱家己举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进香活动拢取消。不过民众依然是真虔诚，甲中华南瑶宫的妈祖添真侪油香。庙方为着要互信众会当放心，送油香钱的时阵特别开网络直播，希望送钱的过程拢公开透明。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拖，今年毋但大甲妈遥境活动延后，真侪宫庙也小煞取消进香相关的活动。中华南瑶宫的信众也分散去庙的拜拜的时间，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还好啊，嘛是爱出门拜拜啊。过年的时候就没有过来了，所以就选择其他时间跟比较少的时候过。虽然来庙挂香的进香团减真多，来拜拜的信众也较分散，不过南瑶宫表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民众驾护号、电电马也有开机三马的心意，比旧年更较多。庙方人员同齐甲添油香的箱仔冒去倒顶，南瑶宫特别开直播，甲新男新女要互妈祖的心意，一张啊一张点互清楚。庙方只要一段时间过，就会伫咧网络公开算价添油香的钱，互大家了解。去年我们收入是166万啊，2个月份啦，就是上旺季的正月甲2月，啊今年啊正月甲2月收214万啊，所以是加50万吼。我相信这甲财务的透明化有密切的关系。南庙宫表示，添油香的钱拢用伫咧庙的所举办的活动，也有内部事务等等的工课，强调香客所寄付的钱用去倒位，拢公开透明。信众希望这添油香的钱，毋但添心意，也添一份心安，望疫情会使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太平岛是台湾上界南边的海岛。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因也发现讲，太平岛的边仔全部拢是石龟，因用空气机去翕，讲上无有上千只。这个所在敢是石龟的生态地呢？就搁爱详细研究才会知影。空气机伫天顶向下骹翕，离海山瀑布甲2公尺的所在，会当看到2只石龟大大伫游。啊，毋过空气机愈飞愈悬，规片海域内底四界拢会当看到石龟。白天的时候，事实上，你如果沿着岛走啊，然后你望向那个海，你有看到很多黑黑的东西在水里面这样晃来晃去，那个景象是蛮特别的。因为我倒没看过，在岸边可以看得到那么多海龟。中山大学的团队去年拄高雄坐3天的船到太平岛，原本敢若是要去遐设研究站，啊，毋过毋但只是出门的时阵会当看到海里有石龟，啊，毋是啊嘛看到石龟上花，所以特别申请空翕。想要到意外统计出这0.5平方公里的太平岛，沿海石龟有1000多只。他们是来吃海草的，所以事实上太平岛很多海草都被吃得修剪得非常平整啊，因为都被海龟吃掉了。那这个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从小的到大的，大概小的30几公分，一直到大的90几公分。学者推测，石龟是为着要食海草转来走伫遮，啊，毋过除了太平岛，学者嘛观察到东沙宽大，当地海草是搁较济，煞无明显的海龟族群来，所以来研究太平岛的石龟敢是长期伫遮生态，啊，搁有甲其他岛屿来比较，找出太平岛特别啥石龟族群来的原因。啊，若是高雄市政府2007年已经伫咧当地设海龟生态保育区，对海龟的保育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真注重食物件的健康甲安全。伫婚林西里，就一个少年农民坚持用有机栽培方式伫咧种菜色，果然伫疫情受到影响的市场内拍出万定位，拼出家己的好成绩。上细顺菜园，顺续甲藤掠起来，佮着看倒位有杂草，嘛爱甲抠掉。这是有机菜色业者逐工拢爱做的工课，因为坚持毋用化学肥料。所以烤草、掠虫，拢着家己捡起来做。挽草还有那个抓虫子，拢爱用人工啊，嘿啊。这是算逐工的例行公事。对，因为咱有机就是袂用喷农药啊嘛，啊嘛袂用用一寡其他的物件啊，所以就拢步步爱照传统的迄个管理模式。英国因为有机菜色卖相较歹，价销悬，销路无介好。毋过即阵现代人哪来哪重视食安的问题？业者表示。
前一阵仔推出的菜色show，消费者反应真好，互伊对有机菜色未来的销路嘛更较有信心。现在有机是未来的趋势，然后刚好廖班长这边之前有来这边实习，然后来学习就是如何种有机，然后发现有机这一块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的大。廖瑞生拍拼推广有机概念，在地少年农民嘛走来甲伊学，因认为有机种植会成做未来趋势。廖瑞生希望未来会使吸引愈侪业者同齐投入有机菜色市场。互消费者食到健康佮安心的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寒天温度低、湿度悬，影响真侪农作物。不过，伫屏东种地的少年农友有心来研究美浓果特色，当然有用心的人就免惊市场伫咧做风台啊。今年的寒天淡薄冷，屏东种植的农民苏经纬对业务转来种果仔。伊讲今年寒天湿度较悬，特殊原油盘果的果子长渐变，小可冷气啊，佮加上温度低，影响收成，这要互伊学到一摆的经验。这是果比较小，是因为我在年后收成啊。那它年后收成有时候会遇到低温，然后瓜很敏感，它只要在它每个时间点遇到天气的变化，它就马上反映在瓜上面。这油盘果粒头大，形体圆，佮巴甜。苏经纬搭温室来种油盘果，调整无共款的管理方法。这油盘果对气候真敏感，爱去真侪心血，才有法度种出高品质的果仔。伊家己种家己卖，种的唔免去市场卖，拢总互固定的人客订了了。这一半以上的叶子都已经枯掉了，那这颗瓜我就不会出给客人。第一个纹路要清晰。然后它的果重要够大，大概要1.5公斤到1.8公斤。伊讲上好果仔才会出乎人客，无共季节种无共的品种，即阵是菊叶、到母亲节、5、2节拢有无共款的品种。大粒油盘果拢是农民辛苦所栽培出来的上甜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7度。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去世界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